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呢，就係入邊所有演員們嗰個紮實嘅演技同埋好細膩嘅感情。我自己呢，喺呢90分鐘入邊呢，睇得非常之開心。關於呢個題材嘅電影非常之少有嘅，咁啊希望大家都入院支持呢一部《送院途中》。呢套戲咧，其實係睇一班演員咧，都令到你有非常之驚喜㗎啦。即係 Angela 咧，我未見一個咁爛口得嚟又咁可愛嘅女仔。咁阿修啦，即係同埋阿古生之間嗰啲火花咧，係擦出咗一個俾人哋覺得套戲個張力所在。成個故事感情嘅表達咧係非常之好啦。佢裏邊有句説話好深刻嘅，就係佢講一啲寫嘅報告啦，即係佢話好似冇人睇到，但係其實佢哋睇到咪得咯，佢哋真係做咗為救傷付出咗好多。咁我估唔到，原來我睇呢個救護員嘅一個故事，其實係講一個移民嘅故事。飾演古天樂女女嘅呢個叫做蘇月圓呢個小朋友呢，佢嘅演出係幾令我動容，好感受到救護員去捨不為己嗰種救人精神。咁亦都可以見到，即係救護員亦都除咗救人之外，都要自救，亦都好多即係自己自身嘅問題可以喺套電影度表達到出嚟。古生同佢女女真係演技大爆發喺呢套戲，真係好有戲劇嘅張力。電影入邊咧最深刻咧就係關於親情嘅描述。好感人，好似古天樂啦，同埋游學修啦、Angela 啦等等嘅演員都演得非常之好。生活上面原來有好多嘅人或者好多嘅職業，我哋係會忽略咗佢哋，譬如佢哋要救人，或者嗰一種嘅急切性，或者係救唔到人嗰種失落嗰種感覺啦。咁喺呢個電影，我係完全可以體會到。睇完呢套戲嘅時間，我係經歷咗一個好浪漫啦，到底個去路係點樣呢？兩代人喺咁爭分奪秒嘅時候，點樣去有情感可以溢出嚟呢？飾演古天樂個女呢，佢好得意啦，即係佢演繹好真摯啦，咁亦都好觸動到人心嘅。我會最 impress 嘅就係游學修修哥啦，今次喺裏面佢呢個角色，我會覺得係好真實啦。年輕人去到呢一個嘅醫護界，佢到底係向住乜嘢目標呢？佢到底係真係要跟規矩去做，要一路爬上去？係體驗到老中青入邊3代唔同人面對緊嘅唔同嘅處境啦。究竟你要接近你嘅初心啊，定係究竟你想要名利呢？望到好多原來有啲嘢並唔係你做咗就會有人見到，好多人默默做緊嘅嘢，唔同工作都係我哋受惠咗好多咯。比我想象中，因為會再深入咁樣了解咗，原來真係做一個救護，係非常之係咁感動。我係睇到有一幕嘅時候，我係突然間，咦係喎，其實平時冇乜點樣留意到，你好有佢哋自己故事啦。今日睇完套戲之後呢，發現原來救人員係真係非常之重要，個黃金嘅時間係可以令到即係就嚟可能死亡嘅人啦，佢係會得到救治嘅。戲入面有一句好簡單嘅就係，其實救護嘅工作唔單止淨係數脈搏咁簡單，真係第一時間去到，甚至係比消防員啊、比警察更加早到。配樂啊，甚至係畫面都會好震撼到個心靈，睇得非常之 enjoy。佢呈現咗一啲我哋平時睇唔到醫護人員嘅工作，有幾幕都係咧，我好緊張啊！即係佢救唔救得翻呢啲傷者咧？咁我覺得喺節奏上佢係控制得幾好。覺得今次阿古天樂嘅演技都係非常好，因為佢要演一個好英勇嘅救傷員，但係佢做爸爸嗰方面有一個矛盾喺度，同佢女嘅關係。咁我覺得呢方面係描寫得幾好。我就要多謝呢個救護員，每一個角色咧都發揮咗佢嘅作用，好感動啊！佢同埋嗰個女之間嗰啲感情咧，呢出戲非常之好睇。推介咁多位入戲院睇《送院途中》，希望大家都支持《送院途中》。即係《送院途中》一定要支持，誠意推介。我係好希望咧，大家可以去睇《送院途中》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入場支持一下《送院途中》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買飛入場睇，大家值得入去戲院睇。